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诗篇40篇第1节到第11节，伫白话语634页。诗篇40篇第1节到第11节。我捌吞忍听候耶和华，伊也拢应我，听我的恳求。伊对通惊的含起，对土迷中牵我起来。互我的脚徛伫石磐顶，互我的骹步在我。伊互我的喙唱新的歌，就是学乐阮的上帝的。侪人要看来敬畏，也要倚靠耶和华。独倚靠耶和华，无插遐个骄傲以及偏袒虚假的人。第5节，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你所行的奇事，以及你对阮所存的念头真多，袂话对你排列。阮若要提起来讲，迄个少囝算袂了。这事甲礼物你无欢喜，你有开我的耳孔。烧祭甲赎罪祭你无爱点。第7节，迄时我讲，你看我来啦，我的事已经记伫册里。我的上帝啊，你的旨意我欢喜叹，你的律法伫我的心内。我伫大聚会中间宣传公义的好消息，我袂捌停止我的喙唇。耶和华，这是你所知影的。第10节，我袂捌将你的公义藏捌伫我的心内。我已经排列你的信息甲你的救恩。我对大聚会袂捌藏你的隐藏你的慈爱甲诚实。耶和华，求你毋通对我停止你的慈悲，愿你的慈爱甲诚实常常保护我。即是要请本堂可传道来讲道，题目是甘心乐意，甘心乐意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全能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。经过一礼拜，阮阁来到圣殿，阮来敬拜阿罗你。嘛，诚实求你，互阮每一个人的心灵会当拍开，互你的话语来把助阮的心灵。阮将阮今仔每一个人放伫你的面前，求你亲身引带阮。阮只是陪伴阮的心来听你的话语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这几礼拜以来，咱天气变化拢真大，一下烧，一下冷，有的所在搁咧落雪，所以有的人开始棉被开始穿起来，敢若棉被衫就甲穿起来。我嘛甲我一领足厚的迄个羽绒衣嘛甲穿出来。也毋过难免咱人的肉体有缘会受到病毒的攻击，咱有缘会感冒。伫感冒的时，咱会感觉足艰苦的。我的厝内面，为囡仔开始感冒，一直到大人，一个接一个。安尼感冒时间，咱咧等待，这个时间什么时阵感冒才会好？囡仔好啊，大人什么时阵才会好？这个时间，咱就要去看医生，摕药啊。咱食药的时阵，嘛要来等，迄个身体无爽快，会来渐渐好起来。我知影感冒到上尾一定会好，因为我知我爱做什么代志。也阁有医生会用药物来帮助我，也阁有上帝的看顾。但是，咱常常伫咱的生活内面，咱拢会拄着困境，咱拢会拄着困难的时阵，无亲像感冒遮简单尔。那迄个时阵，咱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咱甲上帝关系是安怎？当咱咧面对上帝、面对迄个困境的时阵，咱伫甲上帝关系是安怎的时阵，咱要安怎来面对？咱较会使清楚知影上帝心意，甲上帝引带带领咧。伫1月12号的新安宫内面，嘛是用着今仔日这段经文，伊是用等待听候做主题。内面讲到要安怎等待，等待心是安怎？伊个旧约内面迄个民数记，甲第9章17节到18节内面。伊记载着以色列百姓咧出埃及的迄个路的时阵，当因甲上帝迄个会幕建立起来迄天，有一个云彩伫迄个会幕顶面。迄个会幕暗时看起来，敢若亲像一把火。伊升起的时阵，
以色列百姓就开始行。伊若降落来的时阵，因就伫遐休困。云彩伫迄个会幕顶面停偌久，因就伫遐休偌久。因爱听候等待上帝引带，那亲像今仔的诗篇的作者共款，伊经历过一段真绝望的情景，也毋过伊知影，伊爱耐心来听候等待。伊个会表现出伊对上帝的信靠，对未来有极大的毋茫伫的。第一节、第二节安尼讲，我捌吞忍听候耶和华，伊压落听我的求救，伊对窗镜含坑，对土壁来牵我起来，互我的脚徛伫石盘顶，互我的骹步在我。安尼看起来，诗人表明伫过去迄段日子内面，伊拄着一段令伊印象真深刻的经历。伊用我吞忍这个词来表明伊咧等待迄阵的情绪啊。对诗人不断咧讲，家己陷落伫迄种四面拢受对敌攻击的迄个困境中间，伊无法度用家己的力量来脱离迄个困境。然后诗人就开始转往上帝，伊转往上帝迄个坚定的态度，甲耐心的表现，就是伊甲伊的目睭放伫上帝的身上。上帝就听诗人的求救，出手拯救伊脱离迄个困境，互伊的骹步坚定的徛伫迄个石盘顶面。2年前，我记得爸水灾的时阵，我甲陈牧师甲有几位兄弟姊妹去到林边遐咧救灾。有一天做煞了后，我看边仔路边有一个田，迄拢是绿谷仔糜，都是泥巴。我就足贱的，我想讲，我去打看卖，看迄个泥巴踩下去有偌深。结果我才一支脚踏落尔，我就感觉踏无底。迄种感觉，就亲像即个诗人共款，伊陷落迄个坑内面。然后我要家己要爬起来时，煞无法度。虽然我敢有一支脚踏落迄个土内面，但是我阁无法度家己脱离。我需要边仔的人甲我扶起来。那亲像诗人，伊陷落伫即个困境中间时阵，伊无法度靠家己的力量来脱离，伊只有靠着一个看袂到的信心，伊来相信上帝一定会拯救伊。所以诗人伊的骹步开始踏伫迄个石盘的顶面的时阵，伊无阁踏伫迄个土内面的时阵，伊有法度徛牢的。伊对迄时阵开始每一骹步，拢是行得真安稳，伊拢咧经历甲学习上帝引带甲带领。若是咱呢，伫咱的生命中，咱敢有法度耐心来听候等待咧？伫咱的生命中，其实咱随时拢咧等，咱随时拢咧等，咱咧等啥物？对2008年金融风暴以后，咱咧等咱的经济会当恢复。迄个放无薪假的人，伊想讲我伫当时会使过来上班。咱咧等待中国伫当时再将遐对咱瞄准的遐飞弹来刷掉。咱甲人发生冲突的时阵，咱嘛咧等讲啥人是对，啥人是毋对。咱咧等待甲伊来恢复关系。大多数的时阵，咱常常拢是无迄个耐心。咱拢会着照着家己的想法、家己的经验，也是我会当安怎做，咱去解决咱所面对的这个困境。也毋过，确实有搁较侪状况，毋是咱会当掌握的，毋是咱会当控制的。伫迄个时阵，咱亲像落落去迄个土粉内底，咱亲像跋落去迄个田内面共款，咱就开始埋怨。埋怨上帝，上帝啊，你哪会安尼，互我拄着即种状况？咱就开始埋怨上帝，你哪无爱听我的祈祷，无爱听我的求救。确实，咱煞袂记哩，伫即个时阵，咱拄着困境的即个时阵，是上帝爱咱转往伊，咱开始来面对伊。迄段时间是真艰难的，是对咱来讲
是一个挑战，咱会面对多的事，是上帝爱咱去学习，伫迄个过程中间，安怎来忍耐、坦待的功课。迄个时阵，嘛是因为上帝要赏赐稳定的时阵。上帝互咱拄着困难、拄着困境，伊是爱咱学习，伊嘛要赏赐互咱某种的能力伫的。迄个稳定就藏伫遐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若回顾咱过去的日子，其实上帝已经将最稳定藏伫咱的中间。咱敢有看到上帝互咱脱离困境吗？其实有咧。无论是咱伫欢喜的代志，还是伫哀伤的代志顶面，其实上帝早就甲咱救脱离迄个困境的中间，互咱的脚已经徛在伫石盘顶面。咱应该爱搁较有信心来往前行。所以安尼，诗人的信心对第3节、第4节内面，伊用伊的喙唱新的歌来学乐上帝。侪人看到落来惊，要来挖苦耶和华。诗人讲：独独挖苦耶和华的，无插遐骄傲甲偏误虚假的人，即号人有福气。加里文对即节经文有一个解说，伊讲咱对上帝的认捌，是即段经文内底有3部曲的。第一个是看到，第二个是惊吓。第3个是挖苦。加里文的解说是：咱目睭看到人上帝伫人顶面的这个稳定的作为了后，咱开始这个敬畏上帝，然后咱回转向上帝，专心顺服信靠伊。所以安尼，诗人用唱新歌的方式来学乐赞美上帝，而且四过向人宣扬上帝奇妙甲伟大。当伊咧宣扬伟大的时阵，毋是互人迄个惊吓，好本内底是惧怕。迄个惊吓毋是真正迄个惊，迄个惊是敬畏上帝的权能，愿意相信上帝，愿意来挖苦上帝。所以当诗人陷落伫迄个坑内面的时阵，无论其他的人对伊安怎讲鼓励的话，还是甲讲建议的时阵，其实伊可能拢听袂入去。敢若有独独伊真实去领受、体验到上帝拯救的救恩的时阵，伊心内迄种领受，会得用感动出来，用嘴唱出新的歌来表达对上帝的感谢。当伊唱这个感谢的歌的时阵，所展现的迄种力量，就互人敬畏。因为安尼，诗人回头过去看，伊过去所行遐个艰苦的路，伊明白了，伊确实爱真实的挖苦耶和华上帝。所以讲，挖苦耶和华上帝的人，即号人有福气。那安尼，咱的信心伫倒位咧？其实，咱这个环境，咱这个时代，咱爱面对的困难有真多。以咱生活这个地球内面，咱会使发觉最近这几年，伊气候的变化真大。咱所徛起的这个所在，台湾，伊的生态嘛破坏去啊，还有咱的国家安全的问题。社会道德的争论，经济收入无共款的改变，每一项拢互咱的心内随时拢有惊吓，咱拢有担心，所以有的人会产生一寡现象，有的人开始追求名利，有的人爱名，有的人爱钱，有的人互迄个欲望来控制掉的，咱人甲人彼此中间。就开始利用，开始怀疑。这是咱生活这个所在，听起来敢若真可怕，嘛是咱所拄到的这个困境。也毋过毋免惊，因为诗人伫经文内底安尼甲咱讲，迄个挖苦耶和华的人，无插遐个骄傲甲偏误虚假的人的，即号人是有福气。现代中文译本是安尼讲：
讲一心信靠上主的人多么幸福啊！他不倾向偶像，也不依附拜假神的人。知影安怎仰望上帝的人，知影安怎去算小迄个稳定的人是有福气的。通过算小上帝伫你身躯顶面的迄个稳定的时阵，咱人才有迄个气力往前来行，咱才有迄个动力继续来跑走未来的路程。啊无，咱会亲像迄个陷落伫迄个土坑内面的人共款，敢若看到家己的迄个困境，无看见上帝的稳定。上帝若甲迄个你所需要的，将备办好，放伫你的面前，你共款看袂到。那呢，诗人嘛清楚地甲咱讲，咱要安怎才会当看到遮的稳定呢？今仔经文第5节到第6节内面，耶和华我的上帝，你所行的奇事，以及你对阮所存的念头真多，袂有对于你败的。我若要提起来，迄个算小袂了。祭司甲礼物你无介意，你有开我的耳孔，小罪甲赎罪罪你无爱治。上帝爱治的，上帝赏赐予咱的，诗人知影，当伊领受到迄个稳定的时阵，伫当时是用献祭的方式。伫利未记中间有记载，祭司有5种。伫遮提到讲到2种，迄个烧祭，就是用烧的将物件加做芳芳的火祭，就是敬拜甲你的祈祷，对着迄个芳芳的味到上帝的面前。做火祭的人，有钱的会当献上迄个无变碎的羊仔，无钱的会当献上鸟仔。赎罪祭是因为咱人犯罪了后，咱愿意承认迄个错误，悔改离开罪恶，咱就会使献上咱的赎罪祭。上帝爱迄个献祭，毋是伫咱所献的迄个礼物的迄个贵值中，是爱看咱献祭的人迄个心，是毋是心甘情愿。弥迦书第6章第6节到第7节，嘛清楚的咧讲，伊条件耶和华伫上帝面前跪拜的时阵，伊应该献上什么呢？敢会当献一个一岁的公牛做烧祭？耶和华敢有介意遮的物件吗？伫旧约内面，先知做摆咧责备滥用迄个献祭这个代志，因为献祭人无想要减少，还是避免伊家己所犯的罪，是想要用祭物来成做乌西，来成做互家己更较有合理化的一种借口尔。伊却袂记咧，伊心内爱对上帝真正的顺服。诗人真清楚咧讲出伊内心听候上帝，掠条上帝应允的迄个秘诀。就是伊无要靠任何的献祭，无要用任何的礼物，伊敢若单单照着耳孔来听上帝的话语。祭司甲礼物你无介意，你有开我的耳孔，上帝开伊的耳孔，互伊去听到伫陷落伫迄个困境中间的时阵，敢若无毋茫的时阵。听到上帝的话，互伊对未来有一个盼望。那呢，咱的盼望会当对诗人所描写的内面，咱来学习。上帝用伊的慈爱引带阮每一个人，伊不断地看顾咱，因为伊疼咱每一个人。伫咱每一个欢喜快乐的时间，也是咱拄着困难艰苦的时间，咱每一个人拢爱伫迄个时阵。来算上帝伫咱身躯顶面的稳定。当你咧算的时阵，你一定会当真实的去经历、去经验、体会到上帝的同在。伫咱的信仰生活内面，上帝互咱的迄个记号、迄个稳定，就是对伊的话语所来。咱
把握抓牢伊的话，你会当体会到伊的信息。不管安怎，你若对你的家庭、对国家、对社会、对环境，去陷入迄个看起来敢若是绝望的时阵，咱拢因为有上帝的话，咱有迄个望会当听候上帝拯救会来到。咱明白了解上帝救恩，是因为诗人讲：看，我来啊！我的事伫经卷顶面已经记载伫册内面。我的上帝，你的旨意我欢喜谈，你的律法伫我的心内。诗人回答：咧回应上帝，讲我愿意遵探你的旨意，将你所教示的一切放伫我的心内。咱每一位受到上帝恩典甲祝福的人，咱上重要是要回应这个恩典，就是去传扬这个拯救的福音。这拯救的福音，毋是讲一届尔，是要不断的去宣扬，毋是将这个拯救的福音放伫你家己身躯到我遮为止尔，是要常常来宣扬上帝的信息甲帮助。伫逐项的聚会中间，将上帝这个永远不变的听显明出来。诗人伫上尾真大声咧宣告讲：上帝啊，我知影你永远袂收转去你对我迄个慈爱，你的信息永远无变，你是自头到尾拢甲我做伙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当咱看到上帝恩典的甲拯救的记号的时阵，咱还真努力来甲伊抓牢的，而且爱用别人来讲上帝这种永远无变的疼痛。这是诗人伊亲身的经验，嘛是信仰内面上真实的体会。诗人对逐项无共款的困境，也是阻碍内面，在听候等待上帝的引带。伊的心内一定充满着逐项的迄个挣扎伫的，伊可能嘛会怀疑，这拢是伊的挑战。当伊滑落去迄个无法度家己爬起来迄个陷坑内面的时阵，上帝的应允是伊唯一的光甲拯救。这嘛是诗人真确确实实去经验体会到迄个恩典，伊对上帝话语的信任。对上帝话语，伊抓牢的，就成做一个拯救的记号。诗人明白，靠着家己的能力，无法度拯救家己，会愈跋愈深。不管别人伸出手来救伊，还是安怎，拢无法度甲上帝救恩的恩典来比。诗人的确信甲宣告，是一种邀请，邀请着咱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共同尽力上帝应允的拯救，来领受迄个永远不变的爱。因此，伫新的一年内面，咱应该学习诗人的迄种吞忍等待的心，以及对上帝迄个倚靠的心，以及对未来有望，而且落实来对上帝的回应。咱要安怎来回应上帝呢？咱迦南教会的意向，毋知大家应该拢抑阁会记。咱的意向是对内是一个祈祷的教会，对外是一个宣教的教会。祈祷是为着要互做事工下伫上帝的旨意。你敢知影教会因这个意向伫2011年有啥物行动也无？你若毋知，咱会使来看者。伫祈祷会、祈祷的方面，伫1月2号的周报第10页有讲，2011年咱开始有一个多元的祈祷的方式，咱安排互每一位兄弟来领受。你敢愿意分别出你的时间来甲上帝建立更较亲密的关系吗？教育部读经的活动，你敢愿意用更较多的时间来读上帝的话语吗？来抓牢上帝应允吗？伫崇拜部、伫侍奉部，
伫传道部，还佫有协会、志工队内面，然后做奉祀。你愿意奉献家己，参与教会一项奉祀业务？拯救的恩典其实一直伫咱周围。上帝无因为咱人的软弱来气杀咱，上帝悠然通过伫基督内面享受咱无条件迄个救赎的恩典。上帝听会用文字、用声音、用图，互咱去体会、经验到，咱就要心甘情愿的来听候等待，相信。毋望上帝引带，咱明白生命中的祝福，就要清楚知影讲，咱正做一个基督徒的使命。咱要将上帝迄个永远不变的疼，甲需要的人，三甲来分享。毋望伫新的一年内面，咱会当三甲来学习，认真的来读上帝的话语，伫基督内面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伫奉祀内面。咱来宣扬上帝迄个信息永远不变的疼，咱一定会当不断的经验到上帝的恩典，领受到一个新的祝福。今年咱教会嘛有一个迦南文化伫的，这个迦南文化毋是讲咱今年才开始发起，其实这个迦南文化只系5项：真诚、感恩、给予。和睦、创新，其实咱每一个人的生活内面，早就已经有啊。只是咱要安怎来落实伫咱的生活内面？咱用这个文化来调整咱的生命，互咱伫逐项事、逐项代志顶面，会当荣耀上帝的名。那亲像诗人伫第10节内面讲：我袂捌将你的公义嵌密伫我的心内。无将上帝这个疼，家己享受尔。愿咱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伫未来一年内面，咱会使共同来努力建立上帝拯救福音的时光。咱三甲来祈祷。听从阮的爸上帝，阮感谢你。当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搁一届来想。你拯救的这个恩典，其实伫阮每一个人的心灵顶面拢有，只是阮有时看袂到，阮敢若看到家己。愿主，互阮每一个人，若亲像诗人，来学语上帝，来宣扬上帝拯救的好消息。愿主看顾帮助阮，伫每一个时刻，阮拢知影主你甲阮伫地。帮助阮，当阮拄着恶担当困难的代志的时阵，阮爱转向主你的面，无搁看家己。愿主帮助阮，只是我们用主教示阮的主祷文，三甲来祈祷讲：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。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去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、荣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